歷史中的上帝。箴言14章34節。正義使國家興盛，罪惡是人民的羞辱。歷史學家弗魯德講過，歷史係善惡是非嘅律法之聲，響徹歷代嘅回音。托馬斯·阿諾德研究咗歷代王國嘅興衰更替之後，總結咁樣講：各國強弱更迭、前後遞替，都是因為未能持守正義而衰亡。如果我哋用敬虔嘅態度嚟閱讀歷史，我哋就不得不去承認，上帝不單只係憑住物質界嘅定律嚟管理人類社會嘅進步，而且亦都會用道德上、精神上嘅定則嚟指導歷史嘅演進。一切對弱者嘅不義、貪婪、欺詐、壓迫、剝削同埋惡行，都會喺一定嘅時間之內，會因為佢內部必然嘅唔協調同埋矛盾而崩潰嘅。正如詩篇33篇4至6節嗰度所講嘅，因為耶和華的話是正直的，他的一切作為都是誠實的。耶和華喜愛公義和公正，全地充滿耶和華的慈愛。諸天藉着耶和華的話而造，天上的萬象藉着他口中的氣而成。如果世界各國喺戰場嘅硝煙中，喺炮火連天、怨聲載道之際，肯聆聽上帝嘅聲音，佢哋係必然能夠聽到保羅喺加拉太書6章7節下所講嘅：人種的是什麼，收的也是什麼。冇任何國家能夠種下不義同埋罪惡，卻期望長久能夠收穫和平同埋富強嘅果子。正如詩篇33篇10至12節，詩人話：耶和華破壞列國的謀略，使萬民的計劃挫敗。耶和華的謀略永遠立定，他心中的計劃萬代長存。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，耶和華揀選作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。恩慈嘅主啊，求你憐憫我，因為我生活喺罪惡嘅世界中，唔肯聽從你嘅聲音，唔肯信服人嘅律法。求你令我人類覺悟，唯有順從正義，先至能夠得享生命。求你賜我力量，教我能夠明辨是非，持守正直，並且喺呢個世界上為真理做見證。阿門。